来，我大家 link 直播。哦，那么还行。歹势。另外这是线顶的文本，来甲打起。线顶文本。哦，好，来，咱开始来读吼。1654年9月初9拜三。哟，今年嘛是甲午年吼。9月初9拜三呢，因为阮愈来愈发现讲，公司的船只长时间停伫咧即个南平吼，停船的所在是非常危险吼。因此，阮决定讲，面对迄阵 Koenig van Pollen 号，今仔日就爱对遮派去平湖，去遐的庙园遐吼，含大船 Vrede 号停做伙吼，一直到接到进一步的命令。含送即个命令的同时吼，就是送即个命令同时咧，也要命令迄只名港船载100担的茶，甲6桶会当啉的水吼，去供应即只船的需要，并且载两个吊架啊，会底做一个手挑的钢船，含2个甲船船吼，这个是毋知啥物船吼，甲船船吼，会调节器去交互佩利根号。即寡物件呢，现在因出航了后，真容易会当早去平湖交互佩利根号，也要命令即只 Koenig van Pollen 号带即张批去平湖，互 Frederick Skidell 阁下。内容简短，包括要爱伊命令迄边所有的目枪啦吼，目枪，应该是计声的枪吼。奇怪，我哪会使无啥查一下吼。枪干字典汉字木匠吼，即嘛枪吼 ，CHHIUNN 挂片音的是迄个 N 吼。第7声，有另外一个音叫做枪吼。枪应该就是读字音啦吼，枪应该是白话音吼。木枪、土水枪吼、铁枪、云枪。连即个枪其实即嘛伫咧现实生活中，足侪人都伊个拢袂晓讲吼。做土水的吼，我较自细汉拢较一点是做土水的，土水师吼。做肉的吼，无人。就安尼听人讲木枪吼，土水枪。好，来，咱继续转来第2只。互伊的批呢，互即个 Frederick Skidell 阁下的批内容简短，要爱伊命令迄遐所有的木枪，拢爱去协助迄只遭受损害的 Pelican 号来修理迄只船，并且特别爱伊设法互面对船为南号尽量较紧来会当出航前往日本。也甲伊讲，迄只古字船 Formosa 号一旦代志办理完毕，吼，就爱随派回遮，派回台湾，派转来台湾遮啦，以便搁再对台湾遮载一个 Pelican 号所需要的物件去遐吼。这个 Pelican 吼 ，Pelican 的英语是一种鸟啊吼。
我用英文词典查一下哈 ，Pelican 哈。我应该用 Google 才对了哈。A pelican is a huge water bird， 一种水鸟 with an enormous pouch under its long beak， 有一个足大的袋啊吼，袋子 pouch， 伫咧伊的这个长颔棍这条一个足大的袋啊，伊食鱼的时阵拢直接吞咧，就伫咧袋啊咧啊，直接喙开起来，夹一喙到一只鱼到。就放踮伊只袋啊遮吼，即个 pelican 吼 ，pelican 哦，OK， 因为即只病毒迄阵就叫做 pelican 吼 ，pelican 啊，伊是 P-E-L-L-I 加一个 L 吼 ，K-A-A-N 吼 ，K 哦，英语是 C 啦吼，伊个 K。音应该是相像啦，我咧摇啦吼，所以你摇讲这船的号码是毋是就这种海鸟的名吼？倒来一只，拢爱去协助迄只遭受读过吼，讲那目睭爱去修理吼。福尔摩沙号是若代志办煞，嘛是爱载物件去互迄只 pelican 号吼，海鸟号啦吼。Pelican 当然是台语无，咱台湾都无即种鸟吼，包括伫西那曼南地区应该拢无即种鸟嘛，无台语是无即个名词啦吼。我来查一个啊，即个汉字吼，要怎读？我先用台语大词典查一下即个词。哎呦，有呢，叫做鹈鹕吼 ，pelican 叫做鹈鹕，规则就是贝利港，你看，也是英语 pelican 吼，鹈鹕吼。伫即个台语大词典就直接用卡纳吼写pelican吼，鹈鹕啦吼。好，咱第二转来第二只吼，继续吼，讲下午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开会一句尔，过来。今仔日天气真好，但是暗时啊有落一寡雨。阮对顶站的城堡看到伫咧西方真远的海上有一只船，阮咧摇讲，迄应该就是平底船 pelican 号，可能因为无风啦吼，或者是正风鹈鹕号吼，因为无风或者是正风，或者是海流真大吼，所以阻挡伊前往平湖的航行吼。愿上帝保庇，互伊会当真紧来安全到平湖。各位，你知影平湖吼？你若讲算起来，差不多含台湾共一个纬度是伫倒位，你知无？我这两天我才真少看，我才知影。恁有看卖啊？你若即马去看 Google 地图吼，你会当看会出来吼。伊差不多平湖吼，平湖离台湾看差不多偌远啊？我这个比例尺伫倒位？伫遮吼，安尼是10英里，10英里，20英里。差不多22英里啦吼，算21英里，差不多是
差不多33公里，哈，上远差不多33，不上近啊，差不多30几公里安尼啦，哈。离倒位呢？离嘉义，伊差不多含嘉义云林吼，共一个纬度。讲起来已经较云林啊啦，吼，你若看悬界吼，已经算云林啊吼。嘉义诶小可较北边一丝啦吼，云林安尼。毋是伫台南外海哦，毋是伫高雄外海哦，是伫咧嘉义云林外海吼。啊，若金门呢？金门差不多已经是台中苗栗诶外海吼。马祖呢？马祖就已经伫台湾北边，搁较北边去啊！吼，已经超出台湾诶，即个纬度去啊！马祖差不多含 Okinawa， 哦，毋是，这叫做啥？尖阁吼，钓鱼台啦，吼，差不多啦。当然 Okinawa。Okinawa 因为 Okinawa 看你对对算起啦吼，那霸是搁较北边一丝吼，所以无甲也袂甲 Okinawa 诶迄个纬度吼，差不多钓鱼台吼。好，咱倒来日记遮吼，讲即只Pelican号吼，毋知为虾米无法度。无法度驶到偏湖啦吼，因为巴达比亚因诶国下吼，应该是伫1年诶总督吼，伫因诶内批呢要求60个拉斯顿诶涂炭，命令讲，若是有可能来供应即寡涂炭，就要专程来派一只便船船去归人来载吼。阮对即个项代志思考了后，决定。对这项需求，阮爱尽可能来供应，就是爱用储地所已经收藏的即个涂炭，加上派去归人的加入船 Swarwas 号和旁船 Zealandia 号吼，这两只船伫要到已经将要到对遐吼载转来涂炭吼。就是即将要载转来涂炭吼，来供应巴达米亚迄边的要求啦吼。除了现在贵座已经伤换以外，因为阮伫咧遮吼，便船船真少，若是专工为着即个代志派便船船去归人，将会造成工作上极大的妨害吼，可能会牵着别项空去吼，因为即寡便船船拢各需要及时来办完家己的代志，因此拢必须要留踮咧遮吼，留踮咧台湾遮。好，9月9号读煞，过来9月10号拜四。早起 Koenig van Polen 号吼，便船船吼，行离即个南边的天船厝，真紧行往偏湖去咯。原海洋的掌管者吼，带领伊平安到遐。中昼的时阵，领港船对上水迄只船载转来一寡好物。暗时啊，又搁落雨了。那如同昨昏安尼，而且搁有几若摆会死呐，毋过真恬静无风。有8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也有3只篷船航往偏湖。国总共载32个人，合计载有7695斤鹿仔肉，210斤咸蚵仔，448斤虾仔，100斤沙鱼油，7300斤咸鱼，2380斤的福尔摩沙丁，12750斤的糖水。另外有一只篷船航往本岛的南方，载6个查甫。再有15袋米、15袋大麦、3股的阿拉酒。3队呢，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转来到遮，坐31个人，再来37罐三酒，甲40锭的黄金。9月12拜5。
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又搁开庭，并且判处士兵Pierre Legrand van Lisle 死刑，判死刑，因为伊谋杀士兵 Philippe Godefroy。伫即个港岛呢，有一寡影海影，但是无风，天气温暖。又搁对迄只搭船船的残骸用几只舢板载来一寡杂物和旧的锁啊。暗时啊，又搁落雨，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房山坐11个查甫，再有100担的盐、100包薰草、200个刀罐、6篮的乌糖。9月12拜六，上午对上述 Pierre Legrand 的判决，就是判死刑的伫处地长官官地，我个地个袂记啊，地是官地的地是啊，不要紧字典便官地第二声。官邸，就是上午对上述迄个士兵 Pierre Legrand 的判决，伫处地长官邸的大街头前，大众宣读，随即将犯人甲伊押去通常的刑场，要按照判决用刀处斩，伫遐还阁及时迄伫赦免，哎呦，竟然伫遐得到赦免歹势应该是赦免，我查者赦应该是赦是第三声，赦免赦第三声赦就是迄个放弃免罪，即拢是赦免罪啦放伊煞，即拢是赦赦免，讲伫遐即个刑场遐啦及时得到赦免。伫遐议会建议甲动议之下，因为善意甲充足的理由，我看阿基亚就已经叫要踹了啊，叫要闪驶，惊到。因为善意甲充足的理由，由长官阁下甲伊赦免咯关系此事的详情，请参阅决议录。水手长 Oak Peters 坐舢板去假夜了后，伫个下晡转来厝地，转来台湾对迄只失事的便船船 Junker 号再来空白，毋知无写，毋知几担的重条。即寡是由西那人伫遐甲因扶起来下底个注脚，讲即只便船船 Junker 号是伫个1647年1647年呢，我咧想这遮久啊呢，即摆1654年啊，7年前1647年10月21号伫芒港的礁石区伫遐迄个靠堑啦伫遐坐对啦靠着沙，靠着对1647年讲即寡是由其他人对遐扶起来，因言口动声来讲，因大家拢安尼讲啦讲也有看到伫迄个船骸里船的即个残骸里有一个重的荷兰的钉带伫个土沙里已经失散了伫现在即个情况之下，若是讲阮来下令，也会当甲伊扶起来再来遮就是迄个钉啦阮看见海上远的所在停着一只船，相信迄就是昨日对遮所派去骗讹的 Koenig van Paulen 号即驶2工啊，阁无法度驶到骗讹正风啊无就正流迄个北平驶去要去骗讹嘛阁会记得咱讲伊即马伫台南遮驶对差不多到要云林嘉义云林遐结果阁看会到我毋知伫海上有当看偌远啦来，我来查一下。
因为地球差不多是一致啦吼，大约啊讲起来应该是迄个曲率啦吼，曲率就是迄个曲率吼，地球的迄个曲率应该是差不多啦吼。所以咱来查一个，我看卖啊，先搭个啦，Google 一下就对了。哦，当然和你徛的悬度有关系啦吼。但是我即嘛是看讲，你若伫咧海，差不多伫咧地上安尼看，差不多看远。Used in the formula, someone at 100 feet can see approximately 12.2 miles. 100英尺已经足悬啊！呢，徛遮悬。看有只有一个，敢若有一个表会当查的款吼。毋是这个。好，咱来算讲，伫海边咱算5尺好啦吼。5尺就是5英尺啦吼。上远会当看甲差不多3迈吼，就是差不多要到5公里啦吼。啊，你若较悬的吼，徛较悬的就差不多，但是较悬的算10尺，算10尺好，算差不多3公尺啦吼，或者是好算6公尺好啦。你会当看甲差不多9公里、9.5公里、10公里啦吼。你伫徛伫海边啊，海坡顶头啦吼，咱咧算差不多会当看10公里。我即摆看一个用查表的吼，方式较紧吼。啊，即摆伊讲，阮会当看伫咧海上远远停着一只船吼，讲是可能是应该是做伫对只派去骗湖的即个 Koenig van Paalen 吼，伊应该是对咧即个日兰亚城堡顶站的即个城堡看啦吼，伊之前讲是对顶站城堡，咱来算。外观咱实在毋知吼，我要譬如讲一站，我要差不多2楼悬好啦吼，一站咱算互伊较悬的吼，一楼悬才3公尺，2楼悬才6公尺，啊，所以伊伫咧顶站吼，算第2站吼，我算伊3楼好啦吼，差不多3楼就是。3公尺3楼安尼吼，差不多9公尺吼。啊，就是我拄则讲的嘛，差不多9公尺差不多遮吼，差不多咱看到12公里吼，无介远啊，嘛是12公里尔吼，徛伫咧3楼悬啦吼，12公里是偌远啊？12公里相当是。8迈，8迈尔吼，安尼10迈对台南遮吼，
这看出去吼，差不多甲即种节目台南，伊对即个台港就是阿门城即只吼，看出去，迄船嘛差不多甲即嘛个加较7股尔吼，都还袂使甲。也袂使离开即个台南县的吼，好啦好啦，我是后面较早者吼。今仔日规工好天气吼，微风对东北风吹来，但是暗时又搁单雷又搁落雨咯。这是9月12，再来9月13，9点58分，礼拜日透早约落4点半，阮。伫咧台湾，又搁感觉非常大，而且激烈的对动，大对动吼，而且有透掺着真大的即个风叫的声吼，风龙声吼，这地牛翻身吼，这是咱知影对动的时阵有迄声嘛吼，所以这是真大的对动哦，9月13。伊龙雨顺利9月13礼拜日吼，透早4点半，天气含风如同昨昏敬拜上帝日子。阮对一只今仔日对平湖来到遮的篷船收到地方官 Frederick Skidle 先生伫本国个7号所写一张来批。即个 Frederick Skidle 先生来走去平湖啊？为什么因伫平湖竟然有一个地方官呢？我已经有时读即个日志，读到有时袂记咧讲片其实迄当阵佫算大清诶，即个领队，根本就毋是荷兰人诶，荷兰人甲当作家己造卡，若敢若欠面啥物件，叫你去片湖摕是啥物件堆袂落，啥物件藏袂落，妈你去藏个片湖好啦，船啊藏袂落，你去停个片湖，讲当作家己所在哦，现在感觉足奇怪，好。讲受到地方官 Frederick Skidle 先生吼，伫本国个7号所写来一张批吼。对即张批，阮知影讲，伊坐便迄阵为南河伫本国个2号平安已经到平湖。迄只加入船 Swart Voss 号呢，早因一天到平湖吼。今仔日13号吼，迄个地方官批是。顶礼拜写7号所写的吼，伊写批写讲迄个威南号变做迄阵威南号呢，本国个2号已经到平湖啊。另外一只船 Swart Voss 号早一天到平湖，所以因自从到遐了后，就继续无用你甲货物该对即个货物放落来即个陆上来该架囥起来吼。以便即个会当甲船里的空间会当空出即个甲空间让出来吼，用来装货。大船 Ready 号已经对即只威南号呢转装600箱的糖，剩的迄寡糖呢，因为 Ready 号即卖已经装袂落吼，所以就必须爱放踮咧陆上。若是威南号袂赴，搁再重新来装入去100拉斯顿以上的石头来做地层软，就会遭遇真大困难。本国个6号对此地出航的加入船 Formosa 号，迄暗迄暗就已经到平湖。以前载陆婆含即个茶要被派去遐的迄3只篷船，也拢已经到遐了吼。按照因的想法，比如迄阵威南号应该伫本国个9号地当出航前往日本。若是因早就已经对 Ready 号的粮食当中来处置一拉斯的米，因为因家己的米已经强要食了。真侪箱对威南号所落来的糖呢，状况非常的歹，有诶已经真淡，有诶已经破漏吼，就是那刀啊破漏，还是啥箱汤啊，还是啥破漏，有诶敢若剩半桶吼，有诶完全空去啊吼。对此，该船的主管讲，大部分的糖用小船对台湾载来时阵已经安尼，也有真侪定定咧转装的时阵来破离去，迄寡淡去的糖，伫咧即只变对船航离了后，将会伫咧陆上确实来甲拍打。迄只加入船 Swart Voss 号呢，
就有适当的机会，就要载着，要交互勘辨号的迄2个艇甲锁啊，随对遐出航前往过人，因为该船非常的脆弱，而且有所损害，因此呢，必须爱踮咧遐由现在有的即个目枪先该修理了后，才会当出航。应该是咧讲勘辨号啦，吼。伫遐，对了，勘辨号进前是有风台车对北边去，吼，但是已经车歹去。伫遐呢，有几个新仔人表示讲愿意用现款对 Vrede 号所在货物当中来买一批护照，但是因为 Skidoo 先生毋知影讲是毋是会当全部的护照，是毋是全部的护照拢已经被订买去吼。是毋是去用订去啊？然后伊无解清楚，因此咧，伊就暂较看吼，较看咧上，就是甲即个上司所讲的即个交易吼，暂时小较延前一术啦吼。一直到收到咱处队就是台湾遮啦，一直到收到台湾的有关命令，即个 Skidoo 先生呢，才打算要坐蔚蓝号去日本，去极力来抗即个。收买所需求的大量的米的这个代志吼，去极力抗刷收买所需求的大量的米的代志。为虾米呢？后壁讲，因为洪冲吼，因为即个草莓啊，伫平湖吼，伫遐肆虐吼，我即个肆虐，我即时毋知要哪翻译吼。肆虐受干了后吼，伫个洪冲伫遐啦，草莓啊。在伫遐吼，因几若工了后，已经分别以2个真大队伍，就是即个草莓啊，分做2个真大队伍，直接保往佛罗摩萨，对平湖对保往佛罗摩萨。因此，伊真烦恼，讲即寡草莓啊，会保来本岛的某一寡所在。拄则咱讲差几公里，平湖到台湾差30公里尔，30出头吼，30出头公里走偌远啊！唉，我伫直线，我记得较早对德北，迄个路程30公里差较中立啦吼，但是直线我无解清楚，我搁查看觅啊。安尼2英里，安尼是2英里，德北加中立，差不多这是5倍10，20英里。20英里才30公里嘛，对嘛吼？所以德北甲中立直线距离就差不多30公里，就是即个草莓啊，爱对德北飞到中立啦吼。往北飞到中立，往南飞过德南吼，差不多到后南去啊吼。对，到自球啦吼，你若伫高速公路吼，德北甲自球往南吼，北甲中立。咱转来写讲吼，这2个真大即个草莓啊队伍直接跑往佛罗摩萨，因此伊真烦恼讲即寡草莓啊会倒来本岛的某一寡所在吼。即张批的详细内容，就是即个 Skidoo 先生所对片湖所送来即张批啦啊，请参阅书信簿。抑搁日常有真侪草莓啊报来遮，即个情形甲上述 Skidoo 所内批所写的是相符合的吼。就是实际上因收到批即当阵，就已经草莓啊已经看会到啊吼。即个草莓啊知吼。我袂记得对当时开始啊，差不多两个月前吧，差7个月开始啊，吼，真可怜的。所以真有可能会饥荒啦，所以才想讲要去日本遐紧去买米，吼，无即代志足大条吼，可能要死人。
好，9月14拜一，犹原是好天气，微风对东北方真凉快吹来。阴暗书生来取地，互咱居民来宣布了后，公开拍卖24桶装满的即个满米露吼，以数量计数成交并且交货。暗时啊，又搁伫个乌特勒兹碉堡吼 ，Utrecht 吼 ，Utrecht，伫即个乌特勒兹碉堡吼 ，Utrecht 碉堡发生悲惨诶。事实上，又搁是因为酗酒吼，就是因为因为食酒吼、啉酒吼引起的不幸意外。因为士兵某伊空白无写吼，因为伊即个酗酒吼，因为啉酒吼、啉酒醉，致到一个炮手某米人吼身受重伤，强要死亡吼。这应该是啉烧酒共拍死吼，共拍着伤吼。阴暗后，一个士兵，在暗时啊，才公开拍卖24桶酒，结果半暝啊就出代志吼，是毋是这毋知啦吼。阴暗后，一个士兵坐伫阿姆斯特丹领堡的一尊大炮顶头啉酒醉，对遐吼，对迄个领堡头壳下底一直跋落到即个城堡的即个侧壁吼，就是厝的壁吼，也严重受伤。哦，头壳弄的无死半条命啊！有4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12个大埔，载有45担盐、4848包薰草、19罐山酒、62个铁花。3队也有1只胖船对遮航往西南沿海，坐30个大埔，载有235斤鹿仔肉、1000斤糖水、1500斤福尔摩沙的锭。9月15拜二，上午天气如同昨昏，但是下晡就乌阴天，并且开始落雨，微风对东北方继续吹来。9月16号拜三，又阁是好天气。早起，阮看见北方真远的所在，有一只荷兰船来往即边来航行来。下午，阮听到远的天顶传来几响迄个响雷声吼，风向改为西南风吹来。暗时啊，又阁开始又落一寡雨。早先所看到迄只船也入港来到即个城堡的头前，是加入船福尔摩沙号对平湖炸来即个地方官 Frederick Skado 先生来批吼。即个荷兰人伫平湖就有一个地方官吼。批呢提起讲，彼得船威南号已经伫本国个11号航离平湖，要对遐直接航往日本帝国。11号啦吼，5天前所在的货物总价值是32922毫吨。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平安到长崎的港湾。又搁写讲，迄只加入船斯瓦特瓦斯号也已经伫瑞孝的12号航离平湖前往过人，载着彼得船勘便号所需要的迄款物件去遐。上述的加入船福尔摩沙号遵照命令，对大船弗雷德号所落来即个商务员 Louis Buffer 对东京所载来平湖的所有的运订的半数。即句写啊落长吼，是讲迄只停伫遮即个福尔摩沙号遵照命令有载来一寡运订吼，即寡运订是对越南载去平湖，就是下设商务员叫做 Louis Buffer 吼，对越南东京载来平湖的运订的半数然后再一半来，是10箱日本箱仔甲2箱荷兰箱仔所装的银吼。再来遮也对该船弗雷德号载来12个士兵甲因的士官吼。弗雷德号已经去日本啦，但是有12个士兵留落来吼。彼得船 Pelican 号和即个 Koenig Van Palen 号呢，这2只船嘛已经拢到遐吼。迄只 Koenig Van Palen 呢，拄着钱老一定驶袂到吼，即摆应该到吼。因着
将会尽可能来修复迄只霹雳根号。上前请参阅该批啦吼。9月17号拜四，游完好天，规工对西南方吹来微风，暗时落寡雨。昨昏对平湖转来加入船佛罗摩萨号又搁准备要出航，要载一批要去修理平湖船霹雳根号所需要的船区船的气库去平湖。安尼吼，即个区里吼，因为工区我读做区啦吼。啊若个即个，咱若查一下监理点，看即个有啥物音通。区copy。伊会当读做区，嘛会当读做区吼。看你要读区啊区啦，拢会使啦吼。可能是文白音尔吼，区应该是文音，区是白音吼。好，讲即只佛罗摩萨号要载船区去平湖啦吼，互迄只霹雳根号、海鸟号吼、鹈鹕号用。忽然间插一张表伫遮吼，插一个哨单啦吼，伊无讲应该嘛是霹雳根号载吼。毋是霹雳根号，即个佛罗摩萨号吼，再去平湖，150斤咸鱼，65道即个空速함吼，300斤佛罗摩萨丁，1万个825斤糖水，50斤油。9月18日拜五，上水的加入船佛罗摩萨号准备好要航往平湖的代志了后，就真拍拼要出港吼，但是因为西北风继续吹来，直到该船一直到阴暗拢无法度前进吼。暗时用篷出港了后，才会当真紧来航行。该船早有长官阁下写互商务员史道先生的一张批，伊现在被派伫个大船 Ready 号上，批里面安尼敢收会着？伊就已经出航啊吼，已经去日本啊。批里命令伊讲爱派平底船霹雳根号对大船 Ready 号所落来，该大船载来1500支粗的棒，以及丁甲沙木，然后去伫后个月10号甲12号吼，载着即款物件航来处队吼。即个命令讲爱派霹雳根号啦吼，载一寡物件来啦吼，载啥物件？1500支粗的棒，应该是1500道啦吼，粗棒来用支吼，以及丁、沙木等等吼，后个月叫伊载来吼。即款物件呢是对 Ready 号所落来吼，所落落来即个陆上的物件吼，迄个 Ready 号去日本进前所落来。若是平底船勘辨号呢，会当及时对归人去到平湖，也要命令该船航来处队吼，也要叫即只勘辨号来台湾遮啦吼。现在再去互大船 Ready 号顶头的人物件如下：有3个 Laston 的米，2桶的阿拉酒，200担茶，这个是啥物？台钱。钱就是钳子吼，钳子我所知影，台语的讲法是虎头硬啊啦，虎头硬啊。钳来我看一下，钳是，伊用即个汉字吼，钳吼，一个金字边吼，甘吼，甘心甘情愿迄个甘吼，有2个音，一个是鉗，一个是钳吼。鉗就是好鉗的鉗，好鉗在火钳啦，就是用来你夹好炭的吼，迄夹啊，好鉗吼。我细汉时拢可能是查音读查作，拢读做好鉗吼，好鉗吼。虎頭鉗啊吼，虎頭鉗吼，嘛是頭早讀早音嘅吼，虎頭鉗吼。我拄則就是講虎頭鉗嘛吼。
虎头鉗吼，好鉗吼，就是钳子啦吼。另外一个是鉗，鉗是用铁夹碗，粘喙吼，用铁啊甲夹碗粘用喙安尼，叫做都钳，比胡桃钳有无？就是用迄个钳要甲夹好喙去即个叫做鉗吼，鉗是那敢若夹子安尼吼，叫做鉗吼。好了，这是甘字典的规则啦吼，我来查一个啊，大理大字典的鉗字甲鉗字吼 ，KHIM 第五声，歹势，毋是 KHINN 第五声吼，鉗第五声，鉗眼吼就是眼啊嘛吼，好鉗吼，拄则讲好鉗吼，虎头鉗啊。这就是鉗吼，鉗呢 ？KHIAM 第五声，鉗伊嘛是用共款的汉字吼，大理大字典，伊讲两个规则吼，一个是井架形的柄尖、柄口啦吼，柄尖知无？柄口别针啦吼，别针吼，但是是柄口吼，可能毋是尖是柄口吼，敢若柳安尼吼，井架形的嘛吼，这叫做鉗。第二个呢是叶接芳莫开去，就是甲接芳甲叶起来，互伊莫开去的这种物件叫做鉗吼。有一个句讲，用牙钢钉甲伊鉗着，牙钢钉可能伊就是迄钉啊，若敢若牙钢安尼，甲钉起来，所以两边拢接活来吼，叫做鉗。拄则甘字典的鉗是讲，就是迄个那核桃钳安尼啦吼。但是这只是讲，甲夹活来的物件啦吼，会当叫做鉗吼。好。即种用法其实我拢毋捌学过，除了拄则鉗吼，我自细汉讲好鉗吼，好鉗啦，我拢讲我较早读早用好鉗，虎头鉗吼，虎头牙啊，吼，虎头鉗吼。我真插袂记拄则一开始是讲啥，我若等去听录音啊，看者时间是即满是10:21吼，我等下当早点虎头鉗吼。好，即个小内底有一个大鉗啦，吼，一个大鉗，因为我嘛毋知这啥物件吼。好，即个小，过来是以及所需求的水稻，水稻一种物件吼，水稻可能堆水用的吼。也再去着为着要修理片段阵霹雳干吼所需要的物件如下，即个清单则长啦吼，拢是船顶爱用的即个器具吼。船躯吼，来，咱来读者吼。四对上围的架帮，2条后支索，2条三角旁的正的角索，2个顶形吼，橫木叫做形，顶橫形啦吼。15个三眼的骨车，滑车吼，直接读骨车。我拢袂去查啦，我种船顶的物件查无意思啦，都算查嘛，毋知你创啥吼。一条三角旁的固定锁，6对三角旁的架帮，2条光细手车围的后支锁，2条铁缆，2条轮锁，6捆白钉缆的即个锁啊，一个新的三角旁，一个新的正第2站。一个四角旁，2个骨车，2个第2站四角旁的骨链滑轮啦吼。咱来查一下滑轮吼，即种物件其实伫应该小爱知者吼。
算常识的物件，但是毋知查会着的吼，我看卖啊。大理大书店无啊，过来找台语。对应中文的华伦，叫做车六。车六在台湾线顶书店才有尔啦吼，其他拢无吼。加六加车六加六吼，读加音的六。骨车人钱，我来查一下，即个英文要哪讲？我煞袂记咧，英文要哪讲？英语叫做pulley 吼，真正是袂记吼 ，pulley P-U-L-L-E-Y 吼 ，pulley。但是我即马已经无法度查即个下英书店啊，较早下英书店就当查着，即马毋知为虾米。我迄个 link 吼，我mark迄个 link 已经失效个网链已经无看袂着。我搁订 Google 一下下英书店，下英大书店。好来，下英大书店吼，我即马甲即个网链甲 copy 起来，甲 save， 然后去改我迄个，我迄个 bookmark 下英大书店伫遮，讲网站关闭广告吼，万客语点从网站因为资讯安全问题，即日起关闭使用。由于本系统伤过旧，已经无法度进行更新以后，将不再开放。也是中研院语言所为语言资源工作室，然后我外读啊个遮吼。好，你无啊，我着甲你改一个。网链我要安怎改啊？我着爱去，我实在是无熟吼，我这个 Apple 这电脑吼，到即马佫实在是无熟，毋知要安怎改。下英大书店，歹势，我倒，我以后再慢慢来改吼。下英大书店，我要找即个 Pulley。P-U-L-L-E-Y。查无资料，毋是我袂晓用第一道用袂晓，爱先选英文再拍英文入去。下英大书店有收普利吼，普利伊是收六，
L-A-K， 或者是 lock 吼，lock 遐是 lock， 加六。拄则做代表遮有一个加车六加六，然后伊嘛是加六吼。台里大下用大词典写加六吼。A sort of cake with a hole in the middle， 叫做加六饼。加六饼，加六饼就是 donuts 咯，加六饼吼。加六鸡肉，黑金青叫做加六鸡。A firefly， 就是火金菇啦吼。这个嘛，另外一个名叫做加六鸡。为什么呢？想无好。六是什么？六是 a block as in a ship or for a pulley。A sort of wheel。六哦，好，加六。我是毋是超过时间啊？看觅。10:29。好，滑轮加六吼，两个第二站四角旁的加六，一条锁啊，两个固定锁啊的加六，一个 Kinebox block 船顶的一种加六吼，30个 Incled block 船顶的一种加六吼，加六等于滑轮哦。真啊顶啊！一支正围，一个三角旁的圆形，一支手车围，一支26尺长的粗插头，两支橡木的这个木棒吼，24个螺栓啦吼，螺栓以及夹盘含这个环扣吼。又搁因为即个 schedule 先生来问阮诉苦吼，甲阮算阮来问阮你念啦吼，念讲到现在只敢若有两只吼，西那人的篷船去澎湖载护照，因此阮即马授权互伊对现在开始，任何人只要是用现款或者是黄金，拢会当以每一担13厘尔半的价数来卖护照互因。今仔日阮收到牧师汉布鲁克对麻豆寄来一张批，事期是昨昏，阮对批呢知影讲迄边饥荒的悲惨的状况。伫迄外原住民当中，有真侪人现在因为已经欠缺会当和北上交易粮食的物件，只好提出因上宝贵的财物，就是船蚵甲一寡衫裤等等的物件出来卖。因此，因有时啊，敢若剩一两个竹筒啊、竹竿啊吼会米。其他的时间，因为饥荒所逼，毋但已经开始食青的，而且无健康的野果，甚至爱食金蕉的即个创壳啦吼，树干吼。金蕉毋是树啦，但是有一个干嘛吼，一个创壳。这个创壳要安怎烫呢？我想赶过来查一个下英大词典 ，TRUNK。等下拄则加六伫下英大词典嘛吼。无好，来过来读创。为什么无反应？trunk 一堆哦。来 trunk。Chew a hollow in the trunk of a decayed tree. Chew bark. Chew wine, a large branch of a tree, one of the primary divisions of the trunk.
叫做树歪、树汤。The trunk of a tree 哦好，树汤就是啊哈，树墩就是 the trunk of a tree， 树汤树墩来，大理大书店查一下吼，树汤我直接CHHIU 第七声。THNG 第七声，树汤，树推，漳州腔树推就是树段，汉字写树长，长起的长吼，树汤但是写长，鬼说是切做杂的树肉。叫做树汤，所以已经是甲串个叫做一杂一杂啦，叫做树汤啦吼。所以即嘛毋是，对啊，这毋是真正是迄个串吼。我来查一个啊，那直接用树干呢来鬼说。好，直接用树干的即个鬼说吼，去找大理大书店会当收到，会对这歌词吼，树母、树白、树的北斗嘛，树白吼，树身吼，树的身躯嘛吼，树身徛得正，毋惊树无风吼。好，安尼知啦吼。所以树干就是安尼来吼，安尼来讲吼。咱转来第二只应该读了，时间已经超过吼。讲甚至爱食即个金蕉树身吼之类吼，袂当吃的物件来代替米。金蕉树即个中央的树身的中央吼，应该是真油啦，应该是会食的啦吼。因此。就是若敢若槟榔嘛，相款吼，槟榔的迄个一窝吼，中央的心槟榔一窝的槟榔，但是中央的心应该是会当吃吼，较软的所在。因此，该牧师呢，汉布鲁克认为讲，现在是尊贵的公司来，即个可怜的人表现自强的时阵啊，适当的时机啊啦吼。并且会当因为安尼来及时避免所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吼，就是即嘛当时你公司来表现你的即个时运的时阵啊，吼，中昼咧就一阵啊小雨，上午以及暗时吼，伫咧厝地就是台湾遮的法庭开会，对南方卡地亚社的一个原住民，名叫做罗基诺。因为伊杀人来判决死刑，吼，叫做 Longino 吼。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72个大埔，载有150斤的咸鱼，65台空速함，10,825斤糖水，300斤福尔摩沙的碇，50斤油。以上9月18号，吼，咱今仔日读到遮吼，咱9月可能还阁后。明仔载还佫读一节，才有法度读会了吼。啊，啥物？我手机也无电了，我家己拢袂记诶，无注意着。好，不管了吼，我著无电啊，我著到遮直接收工，明仔载继续吼。